大肠癌的话，之前是在西方比较常见，不过随着国人的饮食越来越西化，一些烧烤啊，一些西式饮食，那造成说我们目前来讲，国人的大肠癌的情形发生率也有慢慢在逐渐往上升。那之前的统计，大部分都是在50岁以上跟男性比较容易好发，不过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小于50岁或者是女性也有发现这样子。像这位患者，他就是50岁的时候第一次进行那个国健署的大肠癌筛检，那第一次看到大便潜血来做大肠镜，然后就发现有那个大肠原位癌这样子，那算是运气蛮好的。那如果是一开始就检查出是原位癌的话，你只要用内视镜就可以局部的切除掉，那也没有转移的问题这样子。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运气好这样子，第一次就能够发现，所以定期的追踪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能够定期的利用国健署的那个大肠癌筛检的部分。那如果有早期发现有问题的话，早一点做大肠镜，就可以早点发现癌症，早点处理，愈后也会好很多。像这个患者的话，他只要定期在追踪大肠镜就可以了，并不用再有后续的开刀或植化。